釋迦牟尼佛說法49年，其中22年係講般若，講嘅時間最長，總合起嚟有8部般若：大品般若、放光般若、光讚般若、道行般若、小品般若、天王問般若、文殊問般若同埋金剛般若。所以般若經典比較多，而中國人翻譯佛經都以般若經為最大部數，總共747卷。如果要喺咁多般若經典之中選擇一部簡潔而又能概括般若要義，而且為眾人所共同信仰、流傳最廣、影響最深嘅呢，莫過於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啦。佛教無論係邊一個宗派都讀誦心經嘅，點解心經咁受大眾歡迎呢？有3個原因。第一，經文簡短，只有260個字；第二，讀起嚟順口，容易念誦；第三，含義深遠。經文雖然短，只有260個字，但係已經概括咗600卷大般若經嘅中心思想。以一部咁短嘅經文，而又能說理深刻、影響深遠，可以講係中國佛教史所罕見嘅。心經義理十分精深，非一般初學者能了解，而且經文內容組織好嚴密，幾乎每一個字都有佢嘅意義，同有佢重要嘅位置，不能更動嘅。心經包括咗空同有兩大派系同中觀嘅思想。喺佛教思想歷史嘅過程中，心經聯繫咗有同空中小乘同大乘前後時代嘅思想任務，所以有承先啟後嘅作用嘅。如果大家了解心經嘅義理，就能夠衝破迷惑、妄想同執着，啟示出自我解脫嘅法門，明白諸法皆空嘅道理，繼而以空義去理解實踐於日常生活之中，就會去除煩惱。如是者漸修漸進，就會破除執着，證悟諸法實相啦。乜嘢叫做諸法實相呢？實相係我哋各人本具嘅真心，迷失咗真心者就係眾生，不斷喺生死輪迴中流轉。證悟咗真心嘅呢，就係佛菩薩，超越咗生死煩惱，獲得人生嘅究竟解脫。咁點樣去得到人生究竟解脫呢？心經中所講嘅般若就係發掘實相、證悟實相、解脫生死嘅最完善方法啦。如果你從心經着手，以鍥而不捨嘅精神去鑽研、修學、實踐，必定會達到目的嘅。現在先念誦經文，請大家至誠合掌念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3遍，開經偈1遍。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，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。無上甚深微妙法，百千萬劫難遭遇。我今見聞得受持，願解如來真實義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。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，照見五蘊皆空，度一切苦厄。舍利子，色不異空，空不異色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。受想行識亦復如是。舍利子，是諸法空相，不生不滅，不垢不淨，不增不減。是故空中無色，無受想行識，無眼耳鼻舌身意，無色聲香味觸法，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，無無明，亦無無明盡，乃至無老死
亦無老死盡，無苦集滅道，無智亦無得，以無所得故。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心無掛礙，無掛礙故，無有恐怖，遠離顛倒夢想，究竟涅槃，三世諸佛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大神咒，是大明咒，是無上咒，是無等等咒，能除一切苦，真實不虛。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，即說咒曰：揭諦揭諦，波羅揭諦，波羅僧揭諦，菩提薩婆訶。大家都知道佛經係由梵文，即係印度古文翻譯過嚟嘅。心經係有7種譯本嘅，有唐朝玄奘法師所譯嘅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有東晉時鳩摩羅什所譯嘅《摩訶般若波羅蜜大明咒經》，唐朝菩提流支所譯嘅《般若波羅蜜多羅提經》，唐朝般若利言共譯嘅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唐朝法月所譯嘅《普遍智藏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唐朝智慧輪所譯嘅《般若波羅蜜多心經》，同埋宋朝施護所譯嘅《聖佛母般若波羅蜜多經》。其中以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嘅心經流傳最廣。而家我哋所用嘅就係玄奘法師嘅譯本。咁呢部心經，玄奘法師最初係點樣得翻嚟嘅呢？根據《慈恩傳》所載，玄奘法師年青嘅時候，有一次喺四川某佛寺裏邊掛單，見到一個病僧，身上生滿臭瘡，衣服污穢破爛，冇人肯照顧佢。玄奘法師一時生起慈悲心，將自己嘅衣服布施俾呢位病人，仲為佢煮食照顧佢。呢位病僧好感激佢，於是就同佢講啦：大德仁者，貧衲受咗你嘅恩惠，無以為報。我懂得背誦一部經，此經甚為靈驗，係一位胡僧教我嘅，叫做心經。我想教你背誦，以報答你嘅恩德。於是玄奘法師就好虛心咁向呢位病僧學習，將心經背誦咗，成為自己每日必誦嘅功課啦。後來玄奘法師發心遠赴天竺印度求學佛法，喺絲綢之路經過3年艱險嘅旅程，好幾次遇到九死一生嘅困境，都係靠至誠誦念心經而化險為夷嘅。根據《慈恩傳》同《大唐西域記》嘅記載，有一次喺旅途上，當玄奘法師漸至敦煌過玉門關嘅時候，但見前面只有一片茫無際涯嘅沙漠，渺無人跡，上無飛鳥，下無走獸，地上連草都不生。行咗冇幾耐，風沙四起，白茫一片，糧食同水袋都俾狂風吹失咗。經過4夜5日，冇滴水沾喉，口腹都乾焦，病臥喺沙堆之中，奄奄一息。當時佢心中默念心經同埋觀世音菩薩名號，並向空中表達自己嘅心聲，咁話啦：玄奘此行不求財利名譽，但為求無上道心正法，仰為菩薩慈念群生，以救苦為務啊！冇幾耐，忽然有涼風夾雜啲雨水吹嚟，身心頓覺輕快。於是人同馬再行多幾里路，見到前邊一泓池水，並且有青草數畝，於是立刻歇息飲水，得以脫離旅途嘅險境啦。呢件事記錄喺《大唐西域記》裏邊嘅。